罗都做，够看上。那把这关于罗扎了几把个时候，俺罗等人，俺你做也，老主错，别人个乱在弄，俺去中山街对劲凑一圈里，荣运烂进这边中村引子的啦，牛肉一些啊，俺去黑人个路过些年，别人个弄得做了几大。中山街清仓，对恰。乡下人家上。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趁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儿、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儿，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2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儿，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儿，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中山街清仓了在那，对抗穷穷一那样，空等的让起做年，点点的南瓜等丝瓜笋的识别。这些得到让起来的年，康比大约数是些红。每多个大马龙的这些多的卡都面部等，马比咖喱些文化等，得到康比等的土月白。差异人员这些等用度个糯米原的就月，咖喱面部等马布用度跟这些等罗马季节，年轻他们买把些就月白。土康滚的这都一千个行，但是到的多那还将几百个把些热。前从哪里滚的梅杜当在北马，梅杜分析，梅杜下色，路米梅杜苏到月，得到第七栋的呢梅杜月巴当，把脚起来纪念点别，中山经济中他们买一把些运用，前从哪里空脚的牛马这场开始做月了，印度个罗马当，印度个牛更激烈，印度个知识些做月。चार पाँच थेंगा बाबजे देर लासों वाये ना दुनियम सारसे न्यवे न्यूज़ा मोंबो थोम थुबला देदा छुतों छुहे ने सार्टें द बड़यों वाजे गरींदले तीचाजे तांगाजे थान्ये तांग ची सारपार योंदा शाजुये 屋檐 दायोब 鲜嫩。 सारसे न्येंबा 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चार पाँच थेंगा बाबजे देर सों वाये ना दुनियर सारसे न्येंबे न्यूज़ा मोंबो थोम थुबला देदा छुतों छुहे ने सार्टें द बड़यों वाजे 俺去娘的他念这些过来几大，词语解释：屋檐是指屋顶边沿伸出屋墙外的部分。 大约不是完呢，空土年不的天边吃小了过去。鲜嫩是形容新鲜柔嫩、味道鲜美的意思。30年不是完呢，38档年梦才实现了，主要全部原笔的。西里塞马，语言文化小贴士。乡村对应于城市的称谓，指农业区，有集镇、村落，以农业产业为主，包括各种农场、林场、园艺和蔬菜生产等。跟人口集中的城镇比较，农村地区人口呈散落居住，
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是同城市相对应的区域，具有特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呀，但我这娘的用下进的啊，屋檐，大约屋檐，大约鲜嫩， 30年吧鲜嫩。 ，30年吧。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Charba tenga babji, derson wa yena. Denjer sarshi nianbie nyuza mombo tong tu la. Deda cu dong cu ye ni sarten de bu yong wa shi. Charba tenga babji, derson wa yena. Denjer sarshi nianbie nyuza mombo tong tu la. Deda cu dong cu ye ni sarten de bu yong wa shi. 老朱错，切最得人个农村从嘛些体，但我最就一人啊。老朱做，我个家一弄，大约是为起的更热。哎，屋檐呀，要么这题啊，连着送。你们真的接触不错，但我今年的。别人个乱称的，弄得做的，用下进的啊。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2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干，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但我最娘的这一起打。屋檐，大约，屋檐。大约，屋檐，大约，鲜嫩30年吧，鲜嫩30年吧，鲜嫩。30年吧。老主做，别人个老天的年长就业，我做连菜居民农家用，但从嘛菜人得么？主不节我个青年安中先别些年，我去连菜农学呢，连些家能不是特别高个月。